另外一件交通事故来看，昨云林有一个70岁阿伯赛车弄到一台乌托邦甲2台脚踏车，造成3个人重伤。其中骑乌托邦规个人是倒头栽插伫个汽车的闸风玻璃顶悬，若骑脚踏车规个人害出去重伤，目前搁伫咧监护病房观察。 动车声音甲弄到声音拢真大声，乌色轿车开真紧，弄到一台机车甲2台脚踏车，机车骑伫车头，伊伫出向前，骑机车这查某人是顶半身倒插入去汽车挡风玻璃内底，双脚一直滚铃，过程拢互这个监视器翕落来。云林北港16发生一件恐怖车祸，看到民众发现这个开车的人事后也无拍算要停车。为什么车子在前进？不要再开了，我们要开。 一直讲互关心的民众为着咧70岁这个开车的死出来老人才落车。另外，轰动到的2个16岁骑脚踏车的人，其中一个喷倒伫路边，看起来拢袂叮当。插车车变成玻璃玻，咱插在在地安尼。哦。那个滴滴是这里飞前，然后滚到那台白车那里。警方讲，车祸发生伫北港华信路往南的车道，4个人检测拢无酒精反应。死出来老人讲，家己身体无爽快，才失去控制去弄着人。33岁骑机车这查某人，面的甲规身躯真侪所在切着伤，骑脚踏车的一人轻伤，另外一人头壳伤势较重，也伫监护病房观察。详细造成事故原因也伫调查。 蔡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华山路往南行驶，竟不知何故波及前方吴姓重机车女骑士及2位吴姓脚踏车骑士，致现场3人受伤送医。经警到场实施呼气9测，肇事者及受伤骑士均无酒精反应。 根据警政署统计，坐回驾驶人前3段违规项目分别是违规驶弯，也是变换车道、抢红灯、甲无依照规定、甲安全带也是抵安全帽。交通部建议，坐回驾驶人会使评估自身的听力、认知、反应能力是毋是退化。若精神会使问这专业医师的意见，避免高风险开车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